大家好啊！又嚟到我西貢阿龍呢個頻道，我介紹一個無敵海景。先前都拍咗條片㗎啦，嗰間頂樓連天台就750，呢間就600萬。我睇睇嗰個價格，3房1廳，咁咧廚房裏邊咧仲可以做到個雜物房啦，咁可以做工人房嘅，非常好用。咁呢個3上電嚟嘅，即熱式熱水爐，望晒海景啦。有埋車位㗎啦，車位泊門口啫。睇睇個廚房，其實基本上如果你唔要求唔高咧，都唔使裝修㗎啦。咁買翻嚟收租或者自己住都得。呢個雜物房咧，做埋姐姐房嘅，可以幾好用嘅。600萬全海景。我哋再睇其他房間，3個房。非常好用，再望埋呢個係洗手間，呢個咧佢就做咗個石油氣嘅熱水爐，咁套房咧就做咗即熱式熱水爐。唔係，可能都係石油氣，係啊，因為有陣時可能安排嘅問題。呢個景幾靚，全海景，600萬啫。有興趣嘅朋友就聯絡我啦。